為咗一個承諾，我想減肥。我應承過我老婆陪佢跑馬拉松，不過一直得個講字。唔好話1K，1分鐘都跑唔到，又唞唔到氣，又心絞痛，其實都係同我肥有關。積極面對肥胖症，接受減重治療，你就有機會跑到馬拉松㗎喇。睇咗醫生先知道，原來我有早期心臟衰竭同脂肪肝。為咗老婆，我唔會放棄㗎。哇，老公，你跑到1K 啦 ，Good job！ 我報咗名東京馬拉松啦，陪我一齊跑啦。着呢對鞋跑對腳冇咁痛㗎，加油變 fit 佬，love you！